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的该按公度，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。跳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暗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轻便是紧冲，将颜色风水寒寒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跳悠啊伫面向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。跳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我想去 France。你讲啥？阿炳烧酒醉讲的话，你也信哦？啊，拜托。好啦，可以有钱先试试嘛。你来讲，你够胆嘛？哎呦，好好讲啦。你个什么？安尼唱嘛个哟？传出去你会认为讲，也不是天外转地。迄个个好转的啊！娘爸发现嘞，这个费斯利亚。娘母爱，容易 France。错，错，还得去 France。慢稳定多一个烂题放松感。后悔啦！我啷讲？你老板给买钱，除非有动多钱啊！我带你去 France、日本、America。班主任，我现在都做的，绝对不准让俺们来带走。啊，不准没冒泡啊！啊，也是命啊！会啦，我啷讲哈？老迄个讲吼，手手，哎呀！讲啥喂？好嘛个啊！阿炳啉烧酒醉啊，我已经醒一个啦。小三，啊，其实就是囡仔人咧洗性地，无遮尔严重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。今仔你著互迄个哥甲我住一暗，阮两个人开讲，啊，明仔载一透早，我著安全甲伊送转去互伊小可，毋知你感觉啥款？袂用的，还袂出家查某囡仔，要人伫外口住暝，装修子，唔念是天外转移，通懂无？那讲念是。我无爱，我像生来的穷样，比起家己死领大兵，我就是想欺负人死啊！我去家己事情做唔得，去家己听嘿，什么就慢个都做唔得嘿。兄弟讲咩嘿啊？其做唔得就去家做一个人嘿，听做咩就总样子嘿。你结果你唔参款的，你再中意满意，你还去本来走啊？硬都做唔得嘿，你做。好好讲啊你，迄个个，哑巴哦，迄真是发现的啦！你那敌哑巴发现，慢人讲钱就冇用的啊！你唔系做问题参详嘅，哈？再我安尼哦，天风你就敌死啊！好，转来啦，转
歹势，一个吼。明仔载。那有，应该了今年。阿婆，哎呀，哥。哦，部長、鶴屋の課長と引き継ぎをしてきました。こちらに転送される数は月に1165箱です。顧客名さんは全て資料の中です。好。部長，咱是只慈瑞亚小药客户，因无要做啊。鶴大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啦，伊台湾这边想要解散，所以咱即摆争取着因原有的客户，改用咱的文美大小药。部长，千外箱的业绩，敢讲拢挂股续卡？当然毋是啊，这是公司直接对鶴大业务，甲个人无关系。部长，最近我看真侪日本店啊，拢收起来无做啊，唔知影部长是毋是有啥物消息，还是讲真正有啥物变化？そうなんですよ。画面が閉めるんです。竹田や徳も見せる閉めるそうですね。皆さん、今世間で空軍に不利な噂が立っています。私も戦争に関す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が、会社はいかなる状況でも皆さんを面倒見てくれると保証します。戦争に関する情報が出た次第、皆さんに説明します。皆さん、持ち場に戻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しようか。はい。自今日開始你恢復營業，しっかりやれよ。無緣故犯錯啊！分かったか？はい、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部長。上來了哈。大哥。阿婆啊，喏啊，通讲奉军伫诺贝尔战争进输呢？哪有可能？奉军按厉害，哪有可能会输？韩国人爱啷讲？阿母开运生轻勇敢，马家军来打根本唔惊，要得面西部铁行，浪三国法。怎么个啊？做事啊？做。等一下。阿婆，该条甲请你泡尿就来开茶费。茶费？俺无条开嘛，给茶费？条讲我讲啊，请讲董友金啊，请阿婆听做伙落，还有无老人讲啊。搞得来医疗，还有另外一种病啊。哎，什么啊？要做用形容诶，西部铁汉哦，变鬼变怪。唔重点，来去门看咯。阿婆，可以了。你过来床啊。可能一下好太假，唔怕。无啦，阿婆，你的面色怕怕呢，装的啊，还呛心脏啊，吼。不是啦，哎呀，我这个事情还嘛去心上，胃都无甜，我都眼包擦擦哦，我菜你给钱。好了，冇，没事茶啦，好啦。哎呦，哪有可啊？冇都去搞咧啦！我迄爱回来合作吹嘅呢。哎呦，伊阿父唔拉忙啊，你用来做啊？哎呦，伊阿风吹哦，否则唔得太忙啦。讲几多办一张记得到。哦。好啦，快切落批来啦。
给你钱。嗯。这个啊，做个很慢的啦，哈，不得不起。哎，这就迄佮送来买个当归个补的哦。伊就甲我来讲吼，也迄阿杜的做个衫，无嘛几好奇怪啦。当然奇怪，哎，你又唔系阿杜的。哎，还有啦。亚基呢就空碟检度摸出来，算来这个密码啊。哦，基督的发啥个图也是卡塔罗古啊？啊？卡塔罗古？卡塔罗古吼，就是小个那个东西，迄嘛个 design 啊，啥个想法，迄嘛个做嘛个爱买按规。你好酷啊！你都给做牌啊？啊？哎呦，厉害啦！哎呦，你那老手有个东西，就安尼乒乒下去哦。来，先拿去啦，落去啦，来啦，去自拿啦。你后尾有你爱那个什么呀哈？晓欺负，啥物晓煮菜啦？你去了呀，快点，快拿尿来做。卡啥？我想到咧，我留迄个可送东西。顺摆讲爱本书谱去碰先好嘛，来做的顺沙老唔爽啊！哎呀，顺摆跟我哪个去了啊？你都给讲嘛？哎呦，这卡啥？亚贤版，喊你摆张好。哎，哪有可？哎呦，小鸟有无啊？无啦。哎呦，哪有可？你爱结婚跟人呢？做得较斯文了的无啊？那冇什么用。都上个咩啊？冇呢位吼，外观店老迄个可送东西啦。赶时间哦，去夹去啊。什么多少？哎，亚德哦，迄按叫大天发来门挑油跟银行，我留记到嘅联络方式都写下来。拿本用者，做啲本记啊，做到业绩。多上。去干哪本记啦？哎，那迄老唔做年轻呢，又唔去挨去加本记。好啦。这吼是为阿美利卡进口的书梅啊啦。甲人一般的梅啊是无共款的，伊的质料真轻，但是嘛真好，啊若穿起来吼，会当互咱查某人的脚看起来较水哦。阿婆，你别你骂啥？哦，阿婆，我教的啦。用怕你敢白去？爸。爸，你有冇压一张转哦？等当久的。你用的咯？伊哦，想要互人招啦，就去应信堂叫阿婆啦。啊？唔免啦。哎呦，想买啲布药哦，帮阿婆塞啊。小妹哦，英国妈妈个对用得较好啦。阿婆你用的咯？按久哦，不时就头啊昏昏啊，伊又唔肯本身常看。这样体贴无？佮讲无想要互人招，还是讲你想要令阿婆做卡啥？改说文才叫应信堂，就参像迄个啥啊，有心努力上共款啊。传脑壳至少结婚到20年啦。迄讲阿婆无向阿天公，那无反对啊？讲真是的啊，假使战争哦，应当唔会停，用身哦又行做唔得转落。那现啊。迄强家记者哦，伊则本记新闻，阿婆随好难。这个方法袂歹呢。哎，神发，你会当用这种方式，敢哪有可以倒上讲啊？啊，
啊，若是安尼哦，你就有希望会当带着你离水啊，忘个脑壳啊。叔婆，推个老人客气哦。无阮太爽啦。拿到上讲，开飞系媲美，总得面的啦。变鬼变怪。哎呦，好啦，讲。喂。好嘅。各位，今日请大家来，是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要甲大家参详。是毋是日本人搁要安尼搞什么费用支持皇军啊？毋是，这场战争，日本真有可能会战败。战败是嘛个意思？运生唔会转来啊！顺妹，唔先错啦，战争结束就会转的啦。运生会转哦。嘿，好哦。走。现在还够玩的时间。对咱有啥物影响？我咧想，日本人一定会退出台湾，到时阵不加卖台乱。以前敢若日本人会当做的生意，会订做合作的厂商，安尼生意的势力范围就会有所变化。卡叔，你讲是真的？那你张老板，你为虾米拍算？我是做牛市的，我想要利用这段时间加囤一寡货。我说讲代志若亲像我所讲的来发生，安尼囤的这个货，到时就能帮助大家度过无加台乱的阶段。万一唔是的，日本人一直伫的。趁你我豆豆卖。卡叔，按照你的推测，安尼会当赚袂少钱，可能有几十倍的利润哦。其实，我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加囤一寡货。万一代志若真正发生，我嘛希望大家会当用进货的计数，把物件卖互咱的客户啊，甲亲戚朋友，互大家拢会当顺利来过生活。毋知我这个想法，大家有认同无？有钱唔趁是安怎叫做做生意？对啊。你讲的无毋对，也毋过各位，咱拢是靠这条小顶界起家。万一上海帮甲广东帮来遮，甲物价拍甲乱去，害咱的客户啊，有咱的亲戚朋友生活无再调过，哎，咱伫遮徛起有啥物意义？操！那个啥，今日等你来要不要？来介绍一种茶工的我，也还有个最时行的，啊，也吼去冲茶机。哎，王小姐，去参加个活动那边啥？你讲那是会叫唔管？定中嘛该喏，老婆娘啊，我睇那边上去能用真太的给他数钱啊。还安检呢，那有安检？来吃饭呢。实在寒。哦，也就是员工嘅约费啊，啊？哦，谈讲也意思啊，不过吼，你同人讲，自由恋爱就安尼啦。那种同做嘅，来也听到。讲嘅嘛该发啦，唔系老那个上，本来就是自由恋爱啊，冇关人家错的那约费哦。啊，你做的聘请嘅约费。
然做得啦。不过，我相信那个上，唔安尼对我，哦。哎，你终于去。那个啥，我提倡一件事情啊，从家个啥，咱准备啊，唔好落去行强权啊，其实哦，多少有点问题。哎呦，那上来弄个啥？马上老外讲啊！我老唔讲，咁简单，你比下就知。对学历来看，5成发样1分，三下来比胆量，5成发，咁老娘才停下来，就表示其他太胆2分，又是。过来就是外表，我发现唔见看到5成发，都明显5成发样3分。呀拜，你真紧看几下？错。不过过来就靠讲解了，走老公。一件事情，总量者将到天时地利人和，故所佢拿到1分。本来是好嘞。接下来就是我自家嘅想法，我希望万人来做自从咯。喂，你哋個？为到人幸福，我当然系噶。5成发1分，4分对1分。姑嫂，5成发，张天中牙自从今后嘅人选。不过，啊，多少？他安亲明显啊，还是上头。哎呦！三原さん、やっと元が来ましたか。毎日あなたを待ってきました。王さんが待ってたのはわしやのうてこれでしょ。そうですね。私は小児ですからね。三原さんがそうおっしゃるのもこのことばでしょう。では契約と納期はいつ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。すぐですわ。次の出張で全てが整います。もう一度行かれるんですか。もちろんですやん。今回彼らからのお金はすごい額になるんですよ。小さい金額じゃありません。王さん、大金を稼ごう思ったら辛抱強ならなあきませんよ。おケイキさん。ああ、わしの可愛いケイゲツちゃん。やっと着いたやん。あなたに会いに行くのですから、それは時間をかけておめかししますよ。意地悪なんですから、帰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に私にも教えてくれないし。今回南陽に出張行ってきたついでにプレゼント買うてきた。これお前にあげる。こんなに大きいサファイア見たことがないわ。綺麗。美女には宝石がよう似合う。つけてみ。わあ、ケイケイズさん、三原さんに可愛がってもら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ね。いいものはすべてケイケイズさんに差し上げて、もしいつか三原夫人になった場合は僕の面倒もお願いしますよ。とんでもない。三原さんが
私によく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私は満足です。最優秀者なんだね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郷翔華君、大変よくできました。営業に移ってから1年も経たないうちに会社に新しく多く顧客を作ってくれました。彼に拍手をお願いします。部長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皆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持ち場に戻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よし，你若还无说你啊，我一颗碰风水鸡抢着地，你看伊买水拢要翘。迄是这阵仔哦，我咧无用娶某的代志。你讲的迄只水鸡哦，嘛真正足好运的。恭喜！多谢吴总来对数，本来有大兵的理由。我第体摆冠军迄好运，等下我要考下自家，咱的冠军下去。也摆真正的好运，下礼拜吼，可能就无遐种运气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かか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。好啦，既然这样讲的，你就变看啦。你装什么？弄安这？安尼，研究做代去拍个嘛个枪嘞，过来，研究做代从飞行机安尼飞到弗朗斯。nice 啊！啊，马哥。我讲 nice， 我去弗朗斯啊。我唔伫啊，我等。唔伫？错啊，唔爱咁袂伫，我会等啊。范准炳，你是不是骗我啊？做嘛叫要骗我啊？出生也会等咩？唔信哦。我唔信，闺女咧都伫个骗你。我会骗人，唔像唔会骗人哦。干起家去就好个啊，我又无讲做唔得去。我一扫鸟去，嘿，你讲我等下去弗朗斯，你要喊娘做嚟放心。你按啰嗦啊，紧问，啊，像人讲个无骗人啦，你又唔信？干起家结天就好个啊，冇爱做嘛个？奇怪，唔要动枪嘿，起家去啊！范准炳，你个老诶，你冇去等啦。哎。哪个？哎，阿婆，去哪个？怎么了？哪个事情啊？大推神法类吧，他咯。今摆新市场查的。系啊，我讲哦，叫拿到业绩条名奖金呢。古早记住看爱买台去市场查。条名？すごい。来啦，查一半啦。系啊嘅。底杯有字条哦。啊？哎呦，底杯有字条啦。
哦，好啦，奶弟啊。OK，你做这哦。老公，哎，冇重要，我做生意的。哦。开牌，做生嘞。哪个啥？道长从头路将个安求，此场也都上点加休。唔总会清凉天顺爱，本爱顺利脱脱嘅做事实法，听个心肝肚，唔迄最好最强嘅细毛诶，也希望做得有机会，做得同公益上堵车，拜六安不头，也替忘记庄严等，不见不散，神法。哦，好。爹爹啊，来嘞。他长。用的咯？看起来哦，是一条真特别的破烂无唔对啦。若是有人送我遮尔水的破烂哦，我应该嘛是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毋过有淡薄仔可惜啦。可惜。嗯哼。啊是对我唔好啊。就是唔值钱。像这种手工做的破烂，啊，搁有啥物值啊？啊，你即马也毋是要卖去贵重的礼物啦，是安怎要省这条钱的？客个职场，来吃到什么鬼创业啊？来怎要结听去家做啊？心意，你这叫做啥物心意啊？你看到无？南洋来的这么大粒，你知偌贵无？价值偌济钱无？像这种哦，起来紧，才是真心的感觉啊！啊，你看过啊？后盖才够你看啦，我惊你厝边啊！客个职场，爱喊你吃到什么最创业啊？先闹个啥？应该了解得到。对啦，像恁这种哦，又搁深情又搁讲的恋爱哦，敢有恁两个人才知啦。我看恁根本就是速配啊，注定会错伙啦。本当ですか？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ケゲツさん。頑張り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李桑，啥款？规条商店街敢有你对珠宝上研究啊？啊，这拿宝石到底是真是假？大小姐，安尼实在真歹看出这是真还是假啦。也毋过这既然是闽南语送送你的，你敢骗伊吗？毋是啦，我是最近哦想讲要学鉴定啦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看？安尼真简单啊，你回去吼，甲跳开，啊，放伫咧水中看卖啊咧。啊，这遮尔大粒的珠宝，伊若伫浮伫水面，安尼就是假的嘛。
啥物拢有听你。咱给咱烧的。我啥物拢好你啊！我啥物拢好你啊！谢你。你哪会安尼啊？是啥人甲欺负？谁甲欺负我？我啥啊？我客家子嘞，敢若我会当欺负我家己，无人会当欺负我啦。迄个课，毋讲欺负人来讲马家啊，哪会样会演啊？遐讲，我马家毋好按先呢，也迄讲，也迄个应该做嘅，因为毋迄个嘅救命恩人啊！哎，你出只老几讲，愛してる，就好呀。拜托。唔过咱连老板准备讲嘿，我唔会啊，因为我还蛮好听，我係唔係中意佢？唔過唔當好聽啊，還蠻好聽。唔過唔咬佢就已經。哪個？你得個？唔叫佢來天數，你咪得到咧。天嚟啊！天天，哎，血啦！那胃痛啊！痛啊！啊，來講。呀啦！因為哦，哎呀，冇啦，就剛好。我看到天台下嘅東西，生意太多啦！哎呦，生意很痛嘛！哦，係係係。應該喺哪有事啦吼？哦，喺哪邊拍？哎，夾去，夾去。哎呦，係呀啦。哦，以後要用個什喏？我本來去租屋嘅片收貨款嘅呢，還要去三米嘅片收費嘅錢啊！啊，錯啦！我靠，又冇吹咧！哎呀，叫安呢，我用個啥？怕啦，唔先結婚，一條事情根本就冇做咩唔怕。哎呦，你又做定咯？租屋嘅片嘅錢按人輸嘅多，聽錯係虛嘅啊！嘅唔哪可以啊？哪個？唔就連主播老三米嘅片？租屋嘅片嘅錢按人輸嘅多，聽錯係虛嘅啦！嘅說係唔哪可以啊？哎呦，我跳唔知得有痛痛冇呢？哎呦，哎哪個啊？你轉來個時間哦，順便去藥店帶條藥嘅轉來好冇啊？好啦，加上唔了遐，來遐就轉來。好。哎，家己轉啊！好啦。哪個？那看你還做得變馬鬼。哪個？遐條事情完了就好啦，你該輕鬆吧。唔講嘛嘅，來支持你哋哦，家去佢哋等啊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やいい啦。
不要紧啦，客家子。过去我住在台北的时阵，嘛是啥物拢无啊。即马只是重新搁开始尔。阿婆，你看嘛个啊？哎，我客家送啊。那个是那上用啊？免问题啊，手上转了，就变得乖乖的，免唔敢问。按你看，佢就会出来哦。原来按你看就会出来。下礼拜我上爱看神法，就来呀早点看。哎。好嘞，米落的全到嘞，太搞好势，到时候。好。吃饭嘞。顺发，你请哪有过来？毋是有话要甲伊讲，啊哪会顾食饭？你歹势啊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豆香这样来看咯，豆香做饭团本来是。要很好应该说的，因为乃中意。中意你做给饭，正经董老师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どうぞ。啊，どう。顺发，你毋是阁有准备 present 要送脑壳，啊，毋紧摕出来。哦，有啊，有。老哥啥？本来应该哦去用神童，像迄种搁将个字包起来，伊无限就贴用迄个，伊也迄个七甲做的，希望我教伊啊。脑壳啊，这是无代志的上物啊哦，你也是无介意哦，所以你讲袂要紧，我来教伊，啥物叫做查某人会介意的啦？汉江哦，要不你那董中医，也迄第一摆有人送你本来，韩国迄自家做嘅，也知道心意轻松药，要不你乃正经董中医。乃会好好整下，按自说。真经啊！你看我要创啥？我头壳顶是有洗衫布哦。食饭啦！哦。どうぞ、直子さん。哦，爷爷，どうぞ。もう上官人唔先行。先啦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直子さん，唔先讲啊。
唔先讲。无相关啊，唔先讲，倒坐。唔先讲啦，倒坐。我先讲，哪有可讲唔做你就惨嘞！真的。那和尚，上来了。新年1945年，日本义营天皇颁布终战诏书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台湾也结束了50年的日本统治，进入中华民国的时代。好啊，靠上加工，嘿，你死掉的呀！告状。加工。加去啊！什么哦？阿婆，隔壁个读书都新的嘞，家来的念书会转嘞。有样无啊？很好嘞。哇！你身体聪明会转嘞。神梦天公哦，战争真经大爽嘞。皆さん啊，成個聽你哋去旅遊。你有本用这张登机本票，你当然唔惊。无法度啊，这就是命。幾隻總良者，我不會聽錯當多細妹朋友。拜托人答应爱，做咧头脑和尚，真是搞崩。冇听从爷爷的哦，未可以转来哦。唔係，錯。躺起來你就打算去費用係嘛？你敢同人家一講，台灣準備就讓表明了。眼泪呀眼